一旁喧嚣来到金殿，必想不敌，这扫毒大赛，是你任色起，贩毒的人就是你的后事。白山乌鸡是心机，你是个多头，一个当机。真好啊！你是扫毒大赛，野脚叫人暗中贩卖，大好名叫中高殊荣啊！无人有你的办法，你可以一手压天。也是讲，伊是冤枉，是寡人受骗，你是当伊闹。少年虎道，爱情论法，对规当偏差。寡人爱你，杀一剑吧。林大人啊，我看这个不是什么素颜大赛，爱称呼伊叫速毒大赛。人讲做不到，父之过。唔知影林大人你是安怎教囝啊？林大人啊，唔是啦，速毒大赛。哎呦，当初时就卖扫啊，扫到恁囝的头上来。嘿，我讲啊啦，迄食赌的人唔会起笑呢，我一定哦，伊家己嘛有食呢。人讲哦，虎毒不食子，圣上已经下旨，哦，做老爸爱家己心家己的后生，敢怎会咯？敢有法度代志灭亲？是啊，迄代志发生在家己身上，我看伊敢若代志灭亲啦，我才我对伊遮尔敬重。是啊，到时阵哦，才过来看卖啦。到时阵来看好戏啊！哎呀，安尼是